节目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谣。前几天我们在这边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上体育课的6年级生也都跟着我们一起唱哦。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同学现在小朋友真的上场演出喽，如实练习喽，请你用力的唱，大声的跳，大声的跳啊！来，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昌海金班幼儿园表演的舞曲一首《阿嘎里丢丢塔》。
鼓励。好，嘉桦。李坤、依林。来，上台行动喽！往前走，预计大家请准备。现在上台的是向日葵班的小朋友，他们的头上也带来了台湾过去农业时代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董归儒，一起来为大家表演。他们今天的演出有一段由小朋友甜美稚嫩童音来展现的念谣，小朋友跟着老师学习，并用抑扬顿挫的语气来展现念谣，这是他们念谣的处女秀哦。也许将来国小的朗读高手就在其中哦。向日葵班的小朋友好了没？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向日葵班的演出《慢酒念谣》以及《短水牛洗成昆》童谣律动。没有人太紧张了哈。对了，对了，老师起来了，不要太紧张哦，爸爸妈妈帮你录音，你们都很棒的。对小朋友调到一个点不知所措。我们前面几次排演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，不好意思。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哈，这是音乐上面出了一点问题。然后预备下一个哦。
子都要唱2句，唱着唱着还要把上学期有教过的2首注意歌《一律无当归》各位搞定。叮叮当的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叮叮相关的演出，唱诗歌与等待机。